OK， 我唔表啦，大家相信我啦，係咪？翻屋企試下畫度，寫低。原來第一個技巧好緊要嘅 ，OK， 叫做 draw and measure。仲有加埋你第二個技巧叫老屈，或者叫屈機啊，而家好興叫屈機啊。我成日對支吉他去我個仔手度，跟住我影相，跟住話俾啲 friend 聽，我個仔彈吉他。跟住啲人話我屈機 ，OK 我嗱，呢兩個技巧好緊要，依家就係教你屈機 ，OK。咁你唔好睇小畫唔讀，所以呢啲文房四寶係嘛？粥粉麵飯你要帶齊 ，OK。間聲嚟講咧，一定要㗎，有冇人要？依家仲有用，因為依家仲有用 ，OK。有冇人要？都唔係嗰啲咩係咪？呢度唔係3啲2嚟㗎嘛 ，OK 唔可以㗎。咁得，好啦，咁呢條方你自己畫㗎，我教你啦，我教你啦，聽住好快，嗱呢個我唔話啦，跟住1、2、3開始，係我嗌到緊 CF 有幾長喎？睇答案先，嗱好緊要嘅技巧還技巧，要高等智慧先掂㗎。你見唔見到答案咧有 PQ 同 Beta？ 見唔見到幅圖又有 PQ 同 Beta？ 即係 PQ 同 Beta 係咩都得啦，啱嘛？既然係咁，你任你屈。咁你屈得嚟屈得聰明少少，唔好屈啲46.9啊，大佬，係嘛？你 Beta 梗係屈佢30度啦，係嘛 ？PQ 梗係屈佢25啦，你中意3、4都得嘅。然之後自己畫咯，嗱，多啲練下。所以係咪要有量角器啊？量角器好緊要㗎。但係 Jason 嗱，你咁奇怪嘅，你介紹呢個量角器俾人哋正常嗰啲係半圓㗎嘛？點解你要全圓嘅咧？點解要全部圓啊？有冇人聰明諗到點解係全圓？因為全圓嘅情況下，有啲題目叫做 circle plane geometry， 中文堂叫做平面幾何。嗰課書寫 reason 嗰啲咧，嗰課書我哋牽涉到啲圓形嘅話，有條 MC， 譬如我舉個好經典嘅例子，大家一定記得嘅，嗰條會考題咁樣嘅。有冇印象？2003年第51條 ，OK， 唔使抄啦，講下㗎咋 ，OK。仲唔出奇，我盡量去記咧，係2003年51條應該。咁呢條嚟講咧，佢就話類似咧，呢度係2比1比2。阿 Sir 你傻啦，1呢度咁短，2呢度咁長嘅，你就傻。公開試講明所有圖可以唔按比例嘅，再個人盡信。如果你攞量角器度，嗱，我睇你揾呢隻度，嗱你度呢個度你就傻啦，幅圖唔啱比例嘅大佬。咁嘅情況下你會點？哎呀 ，Jason 你頭先話有個咁嘅嘢喎，咁你 win 緊啦，你攞呢個嘢出嚟，啲角度係咪完全有你話啊？仲有嗱，買嗰時小心啊，呢個我今日冇得派，唔好意思啊。OK， 你大量咯，你哋一間留低坐喺度，我同你團購，我打去某間相熟嘅公司，訂1000個 ，OK， 跟住咧就可以2蚊個㗎啦，1000個。我試過買100個俾學生，即係派俾學生以前補習，咁咧100個咧為翻3蚊，咁1000個應該可能1蚊個，可能唔使錢添 ，OK， 得唔得？嗱你買咗注意，唔好買錯，千祈唔好買錯，千祈唔好買錯。佢中間呢個圓心咧穿咗個大咕窿㗎 ，OK， 呢個圓心穿咗個咕窿㗎。你就可以攞支筆篤個圓心，因為有啲 MC 咧牽涉到圓心嘅問題，諗咪篤埋個圓心啊。但係有啲咧，佢呢度封口㗎，你咪畫唔到圓心咯。你唔會拎開把間尺再畫咁戇居啊？你知我講咩啊 ？OK， 所以買法 OK 等等，咁我唔再詳細教，呢一 part 今日嚟到呢度先 OK， 多謝晒。好啦，下一 part 我見嗱。